大家好，最近多倫多嘅 micro condo 市場好靜，好似入咗寒冬咁。到底係陷阱定係機會呢？其實乜嘢係 micro condo 呢？喺多倫多通常指500尺樓下，甚至得300零尺嘅開放式 studio 都可以叫做 micro condo。喺2022年至2023年左右，幾百尺嘅細單位以前搶到飛起，而家竟然變咗重災區，點解呢？ Micro condo 寒冬係危定係機？我哋先講危，利息高，管理費升，好多投資者離場，造成大量嘅貨供應。除咗息口，最致命嘅係移民政策大改，政府大量減留學生同臨時居民嘅數量。呢班本來係 Micro condo 嘅租務主力，而家嘅需求突然消失，租客減少，空置率升，唔少投資者頂唔順要離場，造成市場大量平價供應。咁係咪代表危？未必。如果你係首次置業，又或者以前爭唔贏啲投資者，反而你而家有機會。如果你係自住，又或者係長線投資，而家係近年好少有嘅講價嘅好時機。而家樓市價錢回落，分分鐘供樓仲平過租樓。政策變，市場變，識計數就係轉機。想知道你住嗰區嘅數據，即刻私信俾我傾下。